天水圍今日已經有30萬人口啦。佢話起個醫院，佢欠你哋一個醫院，到今日講咗10幾年都得個講字。咁佢而家咧就話2016年咧就會落成，但係咧就13年先至立法會撥款。我係睇唔到咧，佢13年撥完款之後又審議下，又拖下咧，2、3年之內點會起到個醫院出嚟？咁啊，分分鐘咧就16年都唔會落成到。咁呢樣嘢咧，我同崔志強都好關注，因為而家你哋30萬人喺天水圍，你一係就去元朗個醫院，一係就去屯門醫院。而家兩邊咧都打晒蛇餅。嗱，我所理解咧，佢嚴重人手不足。有一個通波仔手術，兩邊要排期4至6個月。你去伊利沙伯、九龍個聯網咧，1零2個星期就做到啊！急症啊、急診嗰啲啊不在話下。所以事實上根本呢個區咧係負荷唔到嘅，淨係靠博愛同埋屯門醫院。咁我哋將會點做咧？我哋將會向我哋主席葉劉淑儀話俾佢聽有呢個咁嘅問題。咁啊，希望佢咧代表新民黨喺立法會嗰度咧向政府提出質詢，點解一間咁嘅醫院可以拖到今日10幾年啊，就係得個講字？